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28章。亞哈斯即位的時20歲，佇耶路撒冷做王16年，伊無親像伊的祖先大衛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顛倒去行以色列遐個王的路，甚至鑄造巴力的神像，佇希倫子山谷燒香，燒伊的囝兒獻做祭，學上主佇因面前趕出的列國所做可惡的事，閣佇山頭段逐個山崙仔，逐丛青翠的樹下面獻祭燒香。亞哈斯犯罪，上主伊的上帝就將伊交佇敘利亞王的手。敘利亞王甲伊拍敗，掠伊真濟的人民去大馬士革。上主閣甲伊交佇以色列王的手，殺死真濟猶大人。利瑪利的囝以色列王比甲一日的中間，殺死12萬的猶大精兵，因為因刺殺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有一個以色列的勇士細基利，殺死王的囝瑪西雅，管理王宮的亞斯利干，甲宰相以利加那。以色列人掠因的兄弟猶大人，包括婦人人囝、查某囝共20萬，閣搶真濟戰利品帶去撒瑪利亞。佇撒瑪利亞有一個上主的先知叫做俄狄，伊出去迎接遐個轉來撒瑪利亞的軍兵，甲因講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對猶大生氣，所以將因交佇恁的手，恁竟然生氣拄天，殺死因遐濟人。當恁想要攻擊這猶大人甲耶路撒冷人，無論男女，攏做恁的奴隸，安尼恁敢毋是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？就聽我講，恁掠來的是恁的兄弟姊妹，就放因倒去，因為上主的大受氣已經臨到恁。對安尼，有幾若個以法蓮的領袖，就是約翰蘭的囝亞撒利雅、米色利抹的囝比利家、沙龍的囝希西家，甲哈德來的囝亞瑪撒起來阻止遐個對戰場倒來的軍兵，對因講：恁毋通將這個俘虜帶來遮，咱已經得罪上主，恁想要閣加添咱的罪甲過失是無？咱的罪已經真重，有上主的大受氣臨到以色列啊！對安尼，軍兵就佇遐個領袖甲會眾的面前，將掠來的人甲戰利品交出來。頂面迄時的領袖就起來，照顧遐個受掠的人，對戰利品摕衫甲鞋，互褪摕的穿，閣互因啉食用油，甲因抹，互行袂去的騎驢，將遐個受掠的送去棕樹城耶利哥因的同胞遐。後來以色列人就倒去撒瑪利亞。迄時亞哈斯王派使者去見亞述遐個王，請求因援助，因為以東人閣來拍猶大，掠真濟人做俘虜。非利士人嘛來侵犯西邊山堡甲猶大南邊的城鎮，攻佔伯示麥、亞雅崙、基地羅，以及索哥、丁那、緊索這個城甲附近的莊舍，閣住佇遐。上主為着猶大王亞哈斯的緣故，
互犹大衰微，因为亚哈斯伫犹大南山做背逆上主。亚述王摕吉拉比利色上来，无帮衬伊，颠倒家己欺压。亚述对上主的殿、王宫甲官员的家摕财宝送互亚述王，毋过亚述王无要来帮衬伊。亚述即个王伫危急的时，若得罪上主，伊献祭互帕叶大马士革的神明，伊讲，因为叙利亚王的神明帮衬因，我嘛要向遮的神明献祭，互因通帮衬我。毋久，遐个神明颠倒互亚述甲全以色列人民衰败。亚述将上帝圣殿的器具拢集活来，甲因拍碎。伊阁将上主圣殿的门关起来，伫耶路撒冷逐条街路的约角起祭坛。伊阁伫犹大逐个城起山头坛，烧香互别个神明，惹上主伊的列祖的上帝生气。亚述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列王史。亚述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耶路撒冷城，无葬伫以色列遮个王的墓。伊的囝希西家煞接伊做王。